后来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台湾的司法改革，佮向前进一大步。过去12岁以下儿童只要犯着刑法，拢是移送少年法庭。但是安尼一来，囡仔就互打漂签，恐惊一世人拢无法度来翻身。打来袂当安尼处理咯。明仔载19号开始，全面回归到教育甲社政机关来保护甲辅导。目前少年法庭当咧调查审理，或者是当咧执行的儿童保护的事件，有183件，有220个儿童，拢会全部来结案，提出着司法的定数。从2月到现在偷了总共5次，因为12到18岁少年囡仔若犯法，拢爱送少年法院；有犯法过路的少年囡仔嘛同款。敢若被当作潜在罪犯咧看待，可能都爱安置辅导，还是感化教育，此后人生有污点。加在2019年少事法修法，有犯人过路少年囡仔改做有危险的少年囡仔，透过辅导远离危险的环境。如果我把这个少年放到这一个安置处所里面去的时候，他可以得到哪些资源，然后协助他身心特殊教育这一块。心理的辅导这一块都能够得到满足。便利商店内面有囡仔伫遐咧拣糖啊，抑过因摕到糖啊了，却是无纳钱，也有这10岁、10户囡仔去做车手。依照2018年的数字，囡仔犯罪罪名上侪就是窃盗、妨害性自主甲伤害。7岁到12岁囡仔，较早若犯刑法，拢爱送少年法庭。6月19以后，拢回归国教，抑过有学生的辅导机制。儿童的行为其实是比较严重的，那如果家长其实也感到就是说束手无策。那学校老师可能也觉得没有办法，这时候呢，社政主管机关他们就可以依照儿权法的52条，他们就会去评估。儿童甲青少年犯罪预防为法律面、警正面去做，个人的后续的关怀更加爱重视，教导好这防护网更较绵密。